哎，那些菜都是老王亲自操办的，你不能把人家的面子给打了呀。美凤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了，最近老是控制不住情绪，你知道吗？姐啊，要不然去医院检查检查。去什么医院呢？我是护士长，我怎么回事我自己清楚。你呀，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你说你吃亏都吃了那么多年了，哎，你还死包这个面子干什么呀？哎呦，岁数大了，老了，改不了了。那老王那边你怎么交代啊？回头找时间的时候，我会去跟他们说清楚的啊。姐啊，要不然我替你道歉去。你替我，你代替了我吗？姐，我不就是怕你再激动吗？哎呦，找个合适的时候，我会去跟他说清楚的。我这人是这样的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我跟他讲理去。姐，你说到要做到啊！就你这脾气啊，不靠谱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次啊真的是你做的不对，必须去道歉。谁说我要道歉的？哎，姐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的？说话不算数。可可啊，以后这个家，还有我们家小俊，我就都交给你了啊。你们呢，总是会长大的，总是要自己管理起来自己的，对吧？我呢，以后如果你们需要我管什么，我就帮你们管管。如果有的人说不需要我管，那当然了，我就不管了。这事儿啊，想通了。妈，我们到现在才知道你的用心良苦，以前是我们不对。哎，小俊啊，你妈有病。谁有病啊？对，你妈身体不太好。谁身体不好？啊，不是那个，反正啊，以后你跟你妈说话慢慢说啊。老王啊，哎，其实啊，你也是当家长当惯了，以后呢也得改改，该管的你管，不该管的你就别管了。嗨，我在这儿也是多余的，我还是回去跟老姚吃碗面吧哈。你们聊着啊。妈，哎，我俩也饿了，你给我下碗面去吧。刚说了不需要我管，你看还得让我管，来扶起来。哎呦，下面去。以前看这天花板的时候啊，觉得特压抑，好像随时都会有人从上面掉下来。现在呢？现在觉得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，我们有这么大的独立空间，我们在这个空间里建立我们美好的生活。工作呢有惊无险，现在房子的事情也终于解决了，我现在心里这块石头也终于落下来了。没想到啊，你妈那么处心积虑的。是啊，我妈也真是一片苦心。你看，我没有工作的事儿，她也没有怪我。看来以前是我误会她了，我以为她处处都会刁难我，看我不顺眼，跟我过不去呢。其实也没有。哎，我妈对你肯定是肯定的呀，那要不也不可能让咱俩结婚啊，对不对？要不也不可能把我的进宝房就这么交给我了。你这气色红润有光泽的，一点也看不出来丁香。那是我婆婆给我调理的好，还有我们家小俊给我爱的滋润。你婆婆，你们和好啦？我们本来就很好啊。我婆婆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婆婆，她以前对我提条件，
是因为对我要求高，她处处为难我，只不过是在考验我。不会吧？这婆婆就是婆婆，怎么被你说的跟亲妈一样啊？真被你说对了，我现在才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母爱。咚，母爱都出来了。可可，你那个婆婆那么厉害，你是怎么搞定她的？这还要谢谢果果啦，要不是她害得我没有工作，又不给我找工作，我也不会去送快递呀。送快递真的太辛苦了，结果我就累晕倒了。我一晕倒，我婆婆就特别心疼我。那你那工作呢？找还是不找啊？可找可不找。我婆婆说了，想找工作找工作，想在家里歇着就在家歇着。这可是少奶奶的待遇啊，羡慕死我了。我听这些话怎么就不是很相信？这有什么不信的？可是我现在就闲着呀，每天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可悠闲。把你当猪养的吧？你说什么呢？啊，算了，反正她这个不婚主义者是永远体会不到有婆婆的幸福感。我说你这么替你婆婆着想，这么替她说话，你想做中国好儿媳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小心她把你养的白白胖胖当猪卖了。哎，越说越过分了啊！果儿，人家可可跟她婆婆关系好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婆婆再好，她可能像亲妈一样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们小心，这是黎明前的黑暗，她肯定有大计划在后面等着你们呢。什么计划？我告诉你，她是想把你养的白白胖胖，给他们一家传宗接代。不可能吧？她没提这事儿。不过可可，这事儿你也应该考虑考虑了。我着什么急啊？我才刚结婚，还没有过够二人世界呢。再说了，我们家小俊还这么小，我要现在就生孩子，那不就很快就成黄脸婆了？到时候这肉也松了，哪看着都不好看了，那他还不得给我把我给换了？你们家小俊呢是还小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您不小啦？是啊，我说啊，你要再不生，真就成高龄产妇了。哎，我婆婆还没着急呢，您这二位奶奶倒替我着急了。妈，你这干嘛呀？孕前检查呀。妈，不用了吧？这个果果真是个乌鸦嘴，又被他说中了。什么乌鸦嘴？哎，我是说，我才33，还小呢。哎呦，可可呀，你觉得33岁还小吗？你本来就比我们小俊大，33了，这已经不小了。想想看啊，你现在要做孕前准备啊。你怀上的时候呢，大约是34岁能够怀上孩子，对吧？34岁怀孩子的话，那你生下孩子就得35岁了。你知道35岁面对一个女人，那意味着什么吗？她人生的1/3就过去了，因为人的一生啊，3万多天，你已经过去了1万多天了，你还不着急生孩子啊？你越说我越害怕，好像我的人生已经过完了一大半一样，太恐怖了。那可不就是过去了一大半吗？就剩2万多天了，你还不着急生孩子啊？啊！所以要做好孕前检查啊。可是，有的女人这一辈子都不生孩子，不也过得挺好的吗？你怎么知道女人一辈子不生孩子就能过好呢？你，我又没说你那么清楚干什么。再说了，我们也不着急，对吧？是啊，妈，我们也不着急啊。还在说呢，你不着急，你们不着急，你去开什么房啊？所以呀，你们俩知道吗？啊，你们现在啊新婚燕尔，那是怀孕的最佳时期，是吧？如果不小心的话，一下意外怀孕了啊，当然也是件好事儿，但是意外怀孕实在太冒险了，胎儿呢容易不健康。那胎儿如果不健康的话，对你们怎么样啊？那是对你们自己不好啊。所以呀，
这个孕前检查是第一步，除此之外，还要补充各种维生素，钙呀、铁呀、锌呐，还有食补。每天妈妈会给你换着花样的炖汤，骨头汤啊、牛尾汤啊、乌鸡汤啊、鸭汤啊。总之，女人靠的是食补。那不就胖死了？胖就对了呀，胖了才有力量怀宝宝呀，生出来的宝宝才能够真正健康。怎么样，被我说中了吧？我就说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免费的午餐。个乌鸦嘴！什么乌鸦嘴？我这有头脑。我就说了，这婆婆就是婆婆，不可能跟亲妈一样。还笑啊你？哎，你也别高兴得太早，将来你不结婚呀，你没婆婆呀，你不生孩子呀，哼，迟早你也有那么一天的。我都不结婚，怎么可能有孩子呀？跟你说真的，我现在真是进退两难，我好想找一份工作，让我天天都有的忙啊。什么生孩子，靠边站！哎，你帮我想着点，看看有没有合适我的工作。哎，知道了知道了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在外面呢啊，拜拜。大部分的女人都逃脱不了生孩子这个可怕的结局。可是，如果所有的女人都是不婚主义者，那人类还怎么繁衍？所以说，我是塔尖上的异类。哎，陈大成，你会想要孩子吗？我，确实也还没想过。你说一个女人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每天就要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在经济上还要承担着各种压力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能找一个条件好的婆家，可有几个人有这种命啊？就算是这样，还是有很多女人想用婚姻来拴住爱情，简直就可笑。所以我认为呢，要想保持爱情的甜蜜，一定要保持两个人的独立性。这包括经济的独立、时间的独立，还有思想上的独立。非常独到的见解，不愧是异类。就让你带大豆子出去玩一天，孩子就生病了，真是邪了门了。妈，还是带孩子去医院吧。就是个感冒发烧，去什么医院啊？我们家健健和实在小的时候，有个头疼脑热的，都是我用土办法治好的。哎呀！你妈这刚才说的什么呀？啊，大豆子还在发烧呢，又不让吃药，这干什么呀？那就听我妈的，我妈知道怎么给孩子降温，去一趟医院啊，病没看好，钱都花了不少。哎，你不能因为省钱耽误事儿啊！我自己去。哎，你就别让我妈不高兴。我妈知道怎么给孩子降温，啊，这去医院啊也是花冤枉钱。哎呦，我着急。就你急啊？都急嘛。哎妈，还是让大豆子去医院吧。好了，又不是第一次发烧。行了，烧退了。我这土办法呀，它就没有失灵过。哎，你看我妈说的没错吧？我就是觉得大豆子最近好像抵抗力有点差。怎么嫌我带的不好啊？哎妈，我不是这意思。您能来帮我带孩子，我真的已经感激不尽了。我就是觉得大豆子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活泼了。这要想好呀，就得再要一个。什么？再要一个？再生一个啊？您看看咱们家现在的情况，这一个都已经这样了，再要一个哪忙得过来啊？这一个带是带，两个带也是带，放心吧，有妈呢。妈，这事儿哎再说吧。
怎么了？我刚说生二胎的事儿，你怎么不帮着我说话呀？生什么二胎呀？这一胎都折腾不过来呢。哎，再生一个能养吗？养个孩子有什么不好养的？你和健健不是都长大了吗？我总觉得呀，一个孩子太毒了，我心里不踏实。哎呀，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。你呀，你就成不了事儿。哎，没这孩子，我早成大事了。行了，别拿孩子说事儿啊！我看啊，是生少了。这家里头啊，要是有个一儿一女，那才叫完美呢。当初啊，我就盼着健健是个闺女，没想到，按现在的话说，还是个建设银行。哎，妈，您这话对啊。我要是再生一闺女，再找一有钱女婿，哎，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啊。所以呀，听我的没错。哎，我听您的。嗯，好。要是说好了啊，只要孙倩同意，咱们就生。生。你的孕检报告，看看有一项啊不合格。不合格？哪一项啊？好了，让我这个医务工作者给你们解释一下啊，就是第一项甲状腺的功能减退，俗称呢就是甲减。啊？那我不会是要死了吧？哎呦，呸！胡说什么呢？如果是正常人啊，那就是没事儿啊。没事儿啊？他不是完全没事儿。妈，这到底是有事还是没事啊？哎呀，这么跟你们解释吧，如果是正常人呢，这就不是什么大事儿。但是如果说要想怀孕的话，这样就非常的不好了。这个甲减呢，会导致婴儿神经系统的发育不健全，会导致早产，知道吧？那还是没事儿啊，反正我们也不着急生孩子。可，这个药按时按顿的吃，1个疗程之后指标就正常了。一定得按顿吃啊，一顿都不能落下。还有啊，最近这段时间你们2个人分开睡，不能睡在一起。啊？倩倩呀，维生素叶酸片你按时吃了没有啊？我这又给你买了几盒。我可不是让你吃完了再考虑怀不怀啊，我是让你同步进行，不耽误。妈，这种事儿急不了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我这是替你考虑呀。替我着想，就不该提出来。干嘛？我妈说了，赶紧生2胎。哎呀，我现在叶酸还没吃够时间呢。我妈说了，可以同时进行。你妈说生就生啊？我怎么想的，你还不知道啊？怎么？哎，给我生小孩，你不高兴啊？我就不想生。说清楚，你是不想生小孩，还是不想生我张实在的小孩？说清楚，说清楚。你小声点行吗？怎么？你怕了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难道你真的想生啊？你知不知道生一个小孩给我们家里造成多大的负担啊？这有我妈带着，你担心什么呀？是，10月怀胎的苦我忍着，生孩子的痛我受着，你当然无所谓了。你说的跟在我们家像受刑一样。不生就不生，再多一个我还嫌烦呢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别到了你妈那儿又成我不是了。没劲。哎，睡觉。你先睡去。你的精子水平这
那是。哼，还好我都把他给兜住。哎，你不是早产儿吗？怎么没有受影响？反倒是我，为什么我这指标不合格啊？你不合格，你就吃药。我妈这不是把药给你开了吗？这药不能吃，我要是合格了，你妈不就比我怀孕了？这倒也是。我们都还没有享受过二人世界呢。那咱俩就去睡觉呗。跟你妈说我们现在要分开睡。我。病，我吃你药干什么呀？那怎么就剩半瓶了？最近你妈一直逼我喝汤，不会是她在我汤里下药了吧？医院的检查报告出来了，可可，一切正常。这太好了。这怎么就正常了呀？正常那还不好呀？是啊，可可，我们呢搬进新家了啊。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，但是鉴于你的脾气性格和这之前发生的你做的一些荒唐的事情啊，妈妈呢决定给你们立个规矩，所以啊，我起草了一份协议。来，小俊看看。婚内协议，甲方李小俊，乙方王可可。甲乙双方婚后的主要任务是过好日子，甲乙双方对生活工作上的所有事宜呢要共同商量，大事还要不定期的向丙方报告。丙方是谁呀？丙方就是我。哦，那这个同意，乙方同意，甲方接着念。哦，婚后甲乙双方开始备孕，在最短的时间里孕育出丁方。怎么还有丁方啊？丁方就是我未来的孙儿或者孙女。怎么还能有虚拟方呢？那这丁方参与不参与？什么时候参与啊？妈，我觉得这么大的事情吧，首先这边有甲乙双方自己先商量一下。对，可可，你说对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家庭、事业、孩子，就是现代女性的3大难题。鉴于你现在没有工作，正是怀孕的最佳时期，早生就早恢复，是吧？如果这份协议你们都没什么问题的话，那咱们就签了吧。我看反正也没什么实际性内容，签就签吧。哎，来，去你！哎呀，你放心吧，反正我妈也是为了我们好啊。我签好了，你签吧。今天这菜啊，可真便宜。妈，这大豆子还是个孩子，不能总吃这些不够新鲜的菜。这菜怎么了？这菜经济实惠。我2个儿子长那么大，长那么壮实，还不都是我一手带大的？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在单位不爽，我回到家也不爽。你不就说我没出息吗？啊，你当初不就是因为我有个稳定工作才嫁给我的吗？我怎么是因为你有一份稳定工作才嫁给你呢？就是因为你这种不求上进的人，害我到现在
还被一个毛头小伙子欺负。狗屁领导，才来几天就拿我出气。我来单位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在哪。实在，这单位那些事儿是挺气人的，但你别这样把自己气坏了啊！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能不能跟你妈说一下，不能这样带孩子？这么多年，要不是我妈在这，你能这么说？你还不知足呢。哎呀，不是，要不让你妈先回老家，这家跟孩子我来管。逞什么能啊？哎，就你，我怎么就不行了？你别不知好歹啊！我怎么就不知好歹了？这样，你让你妈回去，这家我管给你看。要说啊，来，你自己说去。想你让我走，我还不想待了呢。赵倩姐，你可真是腿勤嘴快呀！江总，我怎么了？我要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告诉我，我一定改。金总，那是你随便去的地方吗？啊，那是因为可可姐把那3家客户说通了，跟我们签约，我一时高兴才跑到金总办公室去报喜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是为我们公司高兴。行了，料你也没这个当。江总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老婆，你好了没有？我憋不住了。憋不住也憋着。我真憋不住了。那你刚才签字的时候怎么那么痛苦？不是，我也没有看到今天那个协议哪里有不妥的地方呀。这分明就是不平等条约。以后什么事情要先商量，都得先让你妈知道。这就说明以后什么事都得她点头才行。李小俊，我算是看透了。你分明就是跟着你妈一起合伙起来刁难我，我还以为你站我这边的呢，到头来还是娘最亲。不是，这谁跟妈不亲啊？你有妈你了不起是不是？对不起啊，老婆，我又说到你的伤心事了。可是你仔细想想，我妈她这么做，不也都是为了我好吗？对不对？再说了，你说我妈考虑的问题是不是比我们考虑的要周全一些呀？你妈既然那么好，那你去你妈那上厕所吧。哎呀，美凤啊，你都不知道我这2天啊一直在琢磨，我就不知道我的下一步计划该怎么实施了。你霸王协议不是已经签过了吗？你还担心什么呀？哎呀，美凤啊，你不知道，就咱们那个邻居林大姐那天见到我，跟我唠叨来着，说咱们家这2个孩子啊和别的孩子不一样，不按常规出牌。你看刚刚结婚，好好的新房不住，偏偏2个人开房住旅馆，那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他们2个人有激情啊，恩爱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提到要孩子，他们俩又不提了，又不想要孩子了。你说我这心里能不着急吗？真是。姐，你这么有主见的人，你就被一大姐一说你就急了呀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就小俊嘛，他不是，小俊和可可就这么恩爱，对不对？这么恩爱的状态之下，我就希望他们早一点有一个爱情的结晶。我也想抱孙子了。我懂，这个王可可啊，她不想怀孕，但是啊，跟你说，不是说没有方法的。有什么办法？女人生孩子啊，就跟种菜一样的，你得首先先施肥呀，把这个地啊打理得好好的，哎，男孩女孩一起种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个都不懂啊？你给王可可补孙子啊？哎，
今天一个排骨汤，明天一个土鸡汤。你每天变着法的给他做好吃的，把他的身体呀养得壮壮的，他这样的话才能怀上呀。嗨，别提了，就这个事儿，可可呀嘴可刁了，这个不吃那个不吃，还天天嚷嚷着减肥，我怎么让他吃啊？真是。他不吃你就不做啊？不，你就做。你每天做一桌好吃的给他，端上来，你看他吃不吃。鉴于前一段时间妈妈对你们的要求啊，可能太苛刻了啊，还做了一些事情，让你们不太满意，所以呢，首先啊，请你们能原谅妈妈。我决定以后啊都要民主，所以呢，我呢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特殊、特别新颖的礼物。妈，你不用跟我们那么客气了。非常特别，你们看好了啊。哎，什么呀？增肥计划书。妈，我还在减肥呢，这个增肥计划书，我实施不了。可可，这主要不是什么增肥减肥，主要是为了你的健康，你知道吗？妈妈花了1天的时间，请教了我们医院最棒的营养医师，专门为你的身体而研制出来的计划。啊，妈，其实我觉得可可吧，她已经够肥的了，不用再增了。小俊啊，哎呀，不是。妈妈又错了，不是说好要民主吗？啊，我们家呢一共3个人，这样我们来，投票抉择，行吗？我首先投我自己的票。我不同意。小俊，我觉得这事儿吧，为了健康。对，耶，漂亮！少数服从多数，这个计划明天开始严格执行。你刚才为什么不帮我？不是我妈，这不是也是为了你好吗？她为我好吗？你什么单子上一堆什么山药黑芝麻，为什么要给我吃不给你吃？为什么要给我吃？还笑？不是，我是觉得吧。我们就先按照我妈的计划来实行，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？你如果不按照她的计划呢？那如果发生上一次的事情怎么办？你就拿这事来吓唬我，他这是为了我好吗？就想。
锅汤，每天简直就是鸡鸭鱼肉这种标准化的喂养我。嗨，这孩子怎么说话？就这还不够呢，一大早的让我去做深蹲，还有跟着他练瑜伽，而且我都不止吃3顿，差不多一天得有5顿。他还拿个本子拿个笔，全部都给我记下来。哦，嘿，可可啊，你听老爸跟你说啊，如果你婆婆对你不好，老爸可以过去跟她理论理论。你看你婆婆现在对你这么好，照顾得这么周到，啊，你说我这怎么跟人说呀？我看呐，你婆婆现在一门心思，就想让你怀孕，她好抱个大胖孙子。你看，连你都看出来了，你还不赶紧去找他理论去？你都结了婚了，生孩子是很正常嘛。再说老爸不是也想抱孙子吗？我让你拓宽代理渠道，你都把钱花哪儿了？我好不容易帮你打通了渠道，你倒好，给你铺好的路你都不知道走。要是我们老板知道我把客户都迁你那儿去了，我就得走人滚蛋，到手的钱你都不会赚呢。蒋梅花，原来你在飞单啊！喂，静静。我在外面逛街呢。什么？你要请我吃饭？好啊好啊，我有空。我们在哪里吃啊？我定啊。好，那我想想给你打电话。拜。谁啊？啊，那个我哥婚礼上那个伴郎。没印象。他请我吃饭，咱们一起去吧。没兴趣。哎呀，你陪我啦。吃什么？我们定就好。葡萄，这家餐厅看起来挺贵的。你不是说有人请吃饭吗？你是大小姐，人家可是刚工作的。那我走了。好了好了，这家就这家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倩倩，你来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朋友葡萄，我哥婚礼上你们应该见过的。啊，你好。倩倩，你坐吧。依依，你今天真好看。真的吗？不是吃饭吗？点菜啊。啊。依依，你想吃什么你来点吧。哎，你点吧，吃什么都行。那就全部来一份。烫，干嘛呢？要不我来点吧。哎呀，倩倩，葡萄，你是千金大小姐，人家吃一顿山珍海味就抵过人家1年的工资，就别逗倩倩了。有那么夸张吗？他们家什么都不缺，就缺给他们家花钱的人了。